儿臣恳请父皇母后赐婚，让我与尹晴柔尽快成婚。你敢给你父皇纳妃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母后？母后多虑了，儿臣的意思是，我未来的王妃给父皇操办了一场这么有意思的寿宴，这难道还不能算是我送的寿礼吗？皇上，民女自己给您准备了礼物。哦，皇上，民女在老家认识一位高人，这位高人呢略懂通灵之术，民女求了他很久，这位高人才答应今晚祝大王爷回来见皇上一面。一儿，父皇留步。人鬼殊途，我们这样说说话就好了。父皇好想你啊！儿臣也想念父皇，还有母后。每次看到你们因为我伤心难过，儿臣就心如刀绞。父皇，你和母后这样，让儿臣去，也去得不安心啊。父皇后悔，让你亲自带兵出征。不，能为父皇分忧，能为我朝江山社稷而战，儿臣虽死犹荣。不久之后，我就将转世投胎。今世你我父子缘尽于此，还请父皇勿要以我为念。父皇，能做您的儿子，是我今世最高兴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这。一儿，一儿，皇上，一儿，皇上，真累啊！皇上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晴柔这份礼物啊，非同小可，甚得朕心。皇上，难道连哀家都不能知道吗？你只要知道，朕从今天开始，一定会保重龙体，一儿的事情不会再伤心了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晴柔啊，皇上的寿宴你办得非常好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皇上已经赏过我100两黄金了。还有人嫌赏赐多的？哦，皇上，我想到我要什么赏赐了。好，说吧。我想啊，儿臣想带尹晴柔求一个赏赐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儿臣恳请父皇母后赐婚，废除3月之约，让我与尹晴柔尽快成婚。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好了，有这样的姑娘做朕的儿媳妇，朕心甚慰啊。尹晴柔接旨，民女在。朕现在就将你赐给灵齐王谢延琪为妃，择日成婚。姑姑，你要是心疼我的话，就帮我把三表哥抢回来。你嫣然，嫣然，不许胡闹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哥哥来了。输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，你还好意思跑到皇后这里来，让她为你做主？嫣然，舅舅，你可算来了，怎么样？王爷何必着急？我能不急吗？寿宴那天，我分明就听到尹晴柔和父皇提到了大哥的名字。舅舅，这与敌军联手害死大哥的事，你也有份。万一被查出来，你我可都是通敌叛国的死罪。这尹晴柔是老三没过门的妻子，他们究竟在盘算着什么？这还用说？看来惦记皇位的不止你我。不管老三在算计什么，我们先下手为强。